耶穌看着他們說，經上記着，匠人所棄的石頭，已作了房角嘅頭塊石頭。呢一個係乜嘢意思呢？路加福音20章17節，耶穌係希伯來人，石頭嘅希臘文 lithon 應該係從希伯來字 eben 翻譯而嚟。嗱，呢度有一個小小嘅文字遊戲，eben 同 ben 中譯為兒子。啲人一聽到耶穌咁樣講，就能夠馬上反應，佢係講詩篇118篇22節嘅嗰一處經文，匠人所棄的石頭，已成了房角的頭塊石頭。言下之意係以色列嘅首領好危險，跟隨佢哋嘅人最好小心啲。時候已到，神子即係神，要好像一塊石頭，將攔阻神救贖計劃嘅人都打碎。聖經中值得注意嘅文字遊戲，仲有出埃及記，約櫃當中放嘅2塊石板，上面刻着從神而嚟嘅十誡。初代教會將石板視為與耶穌房角頭塊石頭有關。換言之，耶穌唔單止係一塊石頭，能夠將攔阻神救贖計劃嘅人都打碎，仲能夠遵行妥拉嘅教導，實現律法，彰顯神嘅道。所以呢度唔單止有 ben 神子同 eben 石頭，仲有神寫嘅石板同教導，耶穌全都遵行而且成全啦。今日我哋學到嘅功課就係聖經各部分都互相連結，從亞伯拉罕直到依家，神所講嘅說話同我哋都係連結一切，共享一個國度嘅。你幼年的恩愛，婚姻的愛情，你怎樣在曠野，在未曾耕種之地跟隨我，我都記得。耶利米書2章2節。比起啱啱信主嘅時候，依家嘅你有更加愛神嗎？恩愛比住喺一齊深刻得多，亦都比約會更加熱烈。耶利米話，神還記得你以前對他的恩愛，就是他救出你，把你從深坑拉出嚟，將你的人生軌跡重新放喺佢美好嘅目的之後，那是你對他的恩愛。呢個係幾咁情深難忘嘅話。神記得嘅係曾經嘅愛，如今就成為咗褪色嘅記憶。神渴望我哋返到佢嘅面前，好似新婚嗰日，浸淫喺成為新娘嘅喜樂之中。恩愛嘅希伯來原文唔單止係表達一種情緒，更加係用嚟描繪神嘅憐憫、慈愛、良善同信實，係舊約裏面最重要嘅字彙之一。每一次用到呢一個字，都同神嘅召約有關，宣告神對我哋嘅永恆之愛，同持續不斷地施展恩慈。我哋曾經熱愛過神，喺新婚之夜毫無保留咁將自己交託俾佢。今日就讓我哋返到神嘅面前，再次投奔到佢慈愛嘅懷抱之中啦。